凌晨5點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窮爸爸 Leo。今集想講嘅話題有少少爭議性嘅，啲男人會鬧個老婆成日做，啲老婆又會話啲老公，哎呀，我完全唔明咯。等，今日講嘅就係亂使錢啊。首先，我哋要定義咗咩叫亂使先，因為每個人對呢樣嘢嘅定義都唔一樣。男人同女人嘅睇法唔同，唔同年齡層嘅人又唔同，唔同階層嘅人更加唔使講添啦。不過如果要傾，咁我一定係直接抽擊噶啦。以下嘅內容係我自己嘅諗法，記住我只能夠代表窮嘅爸爸，因為我係哈哈。好多時候我哋買一樣嘢，係唔係真係因為需要呢？有時係被嗰啲廣告吸引，明星效應，可能係想抒發情緒，去壽司郎掃30碟，見啲 package deal 好似抵過單買喎，買咗2年會值先啦。我哋心情差會買嘢，壓力大食嘢，大減價大特惠掃貨，亦有啲人使錢係使俾人睇嘅，食嘢要食最好。鋪返上 IG 或者聽日同同事有話題，去一轉旅行係因為上次邊個去過，唔好執輸。又或者係買隻名錶，下次同舊同學出嚟食飯，手上面有啲威威，全部嘢走唔甩3個字：亂使錢。消費某程度上真係會令人爽一爽嘅，但問題係嗰種爽通常都嚟得快去得快。你有冇試過現貨都未到，已經有少少後悔咧？又或者係諗咗好耐想買嘅嘢，買完唔夠1個禮拜就已經放喺度鋪塵。諗深啲，可能大部分人都搞錯咗乜嘢係開心，乜嘢先令你安心，因而唔理性咁樣消費。嗱，理性嘅消費係 OK 噶，需要嘅嘢係要買嘅。而家我哋只係討論緊亂使錢呢個心態，呢個現象。只係為咗開心而去消費嘅，可能係喺你原本食餐海鮮，買咗件5000蚊2手 vintage 絕版嘅牛仔褸，亦可以係喺拼多多3嚿水掃咗10樣嘢。呢啲只會令你爽一下，威一次。有冇諗過食過一餐海鮮飯，等於你平時食咗3餐？件牛仔褸買完放咗喺衣櫃度，1年都着唔到一次。3嚿水10樣嘢，冇一樣等使喎。令你會安心嘅操作，反而可能係呢啲。終於還清晒我大學嘅 student loan 啊！儲錢儲咗幾年，終於儲夠首期。哇！每月剩咗嗰少少錢，一路入 Nvidia， 入咗2年，而家升咗3倍。呢啲先會令你自己安心，令到你身邊嘅人亦都會覺得你成熟，你叻。所以我近年 set 咗一個幾勁嘅 rules 俾自己嘅。想買一樣嘢之前，明明睇咗好耐噶啦，每次明明拿住喺隻手度行緊去 cashier 噶啦，我都強制自己放翻低。同一樣嘢要去3次睇3次，再 make sure 自己放低3次。第4次見到，如果仲會拎起，咁我先會買。因為如果第4次見到嘅時候，我都仲拎起佢啊，咁啊證明我真係好需要、好中意佢啦。因為我發現，包括我自己啊，真係太多無聊嘅消費，根本上就係唔理性嘅。99% 係狗衝。亦有可能係只係想填補內心某種空虛 ，but that's immature。如果連咁簡單嘅嘢都控制唔到自己，咁樣真係抵衰啦。我唔係話唔好買嘢，一買啲自己真係中意嘅嘢，二買啲 good quality 而實用嘅嘢，三買啲會增進你自己價值嘅嘢。呢個話題真係下次揾個機會再傾傾。不過下次講真，個問題從來都唔係買，而係
你知唔知道自己點解買？係人有我有啊？究竟係想要啊，定係需要呢？千祈唔好墮入一個使錢嘅死亡循環。壓力大去使錢，爽一波，食餐好嘅，不過之後空虛，跟住再使錢，用晒啦，清袋啦，個壓力仲大，跟住就喺度無限輪迴。真正令個人舒服嘅，冇咁大壓力嘅，其實係 just get your needs, not your wants。聰明啲咁樣善用你嘅錢去達至你中意嘅嘢、想要嘅嘢。如果你中意靜靜地飲杯咖啡，喺屋企買部咖啡機啦，學下 cold press， 比起你出去買杯 Starbucks 平好多，好飲好多，仲可能多個嗜好添。如果你中意食嘢， YouTube 上面有千萬嘅 recipe， 明星廚師，自己試下整，一定平好多，同埋一定好食過出邊好多。又多樣嗜好啦。其實方法總比問題多，自己揾一個方法去滿足自己，嗰種滿足感會比起你出去使錢爽10倍。生活多啲規律，其實係唔使錢嘅。每日有足夠嘅休息，呢樣又係唔使錢嘅。如果你搞掂生活嘅規律同埋足夠嘅休息，我諗可能會大大減少令你想亂使錢嗰個心情。我哋唔好繼續盲目咁冇意識咁生存，我哋應該去追求更清晰、更有意義嘅生活。我係窮爸爸 Leo， 如果你中意我哋嘅 channel， 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感謝。留言話俾我聽，你哋對咩其他 topic 有興趣，下次可以一齊傾下。夠鐘返工，下次再傾，拜。